喜欢，不喜欢，过上面。Kitty，皮卡丘，当然是选这个。我想还可以吧，很喜欢。第二题，汽车，我超级不喜欢的，汽车那么晕，不喜欢。宝可梦球还可以，在中间。看医生，老师蛮喜欢的，嘻嘻。在学校不能写功课，不喜欢。就这样的，拜拜。